转来看咱国内消息，台北市有一寡巷仔在路面是有这款孔式的区域，真侪人拢真好奇，讲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交通局就出面解释讲，这是咧提醒汽机车的驾驶，你要到行人的优先区啊，时速是袂当超过30公里，嘛袂使二喇叭，若是超速，相当会当罚3万人。汽车一台刷一台驶过这个巷仔，现场车流袂少。这是伫咧台北市的嘉兴街216巷，验过驶入去巷仔进前，涂骹确实有无同的设置。大概就是美化吧，真的还不晓得。应该是注意有行人穿越道的部分吧。巷仔口涂骹的路面有哪些旧色的，到底是什么用途呢？未少人看到到底是不飒飒。台北市交通局讲，背后设计意义是提醒赛车人，即要来到过路人优先区，时速袂使超过30公里，而且袂使骑喇叭。没有宣导的话，根本就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只是觉得好看而已啊。在地上写30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路口意向，我们现在目前台北市是用蓝色区块，里面我们也会设置一些相关的减速垫、减速坡道，亲近这些我们所谓的生活巷弄的时候，可以作为减速。那嘉兴里这所在已经铺设好啊，交通局讲包含两线里、高雄里这做邻里、强组的四大生活区、过路人优先区也全面伫进行。由交通主政局处规划行人友善区，若有超速或违反相关交通法令规定，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裁罚。尽管伫过路人优先区车辆违规超速，依法会罚上悬36000块，因为现场无固定的测速翕相，全部区警方无定期出地，是不是法度互车辆有效降速，又爱看后续实施的情形？记者综合报道。